国际上要紧，咱的镜头换来看中国广东，最近是拢咧透大风、落大雨，甚至昨个有部分的地区咧落冰角，甲车辆甲厝顶拢结破去。另外，伫咧广州北分区是出现假烈风，强度有到3级这强。那真侪人家厝受损，就连电力设备嘛拢有受到破坏出火星。这间天灾至少有造成5个人死亡，30个人受伤。 对啊，这不，明明是下晡3点外，暗过天顶笼罩乌云，甚至可是几落解火光。哇，这是啥？这就是塑料东西。而且下晡3级强度的强烈风侵袭中国广州北分区附近，那一寡厝体严重受损，甚至佫影响到电力设备，火光喷几落解，互一寡伫看的民众惊甲一直发休。 龙卷风的强度为3级，属于强龙卷，移动距离大约是1公里。本次灾害造成5人遇难，33人受伤，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。结果伫同一天的时间，广东的增城、番禺这个所在是落冰炮。 鞭炮数量真侪，为天顶落落来的声，哪亲像枪支甲炮弹攻击，也地数有建筑的厝顶受损，玻璃破去，甚至车都好结甲密密毛毛。来。 中国广东前几天早透强风性大雨，结果27个同时拄到强烈风甲冰炮，至少5个人死亡，33人受伤。广东气象局初步分析，是因为进前这阵啊，为南海的西南温暖搁湿的气流增强，广州长时间拢伫个高温高湿的大气无稳定的状况，同时搁预估强对流天气形态还搁会持续，所以第一是强降雨、透强风加雷公线的情形也是有可能会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